NDJ 这么棒的商品，为什么没有找明星代言？没有打广告，没有铺天盖地的曝光？这是我用过效果最好的头皮养护 ，MDJ 真的让我的头发长回来了。我老公身边朋友也都看到奇迹了，真的很厉害。我是有落发的基因遗传，但 MDJ 真的控制好我的发量，让我在公开场合不尴尬。MDJ 真的贵，但这也是我用过效果最好的头皮养护，我老公都说很值得购入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谢谢 MDJ 头皮养护，让我的头发都长回来了，现在不止变得更浓密，连头皮都舒服透气，真的很开心，也很有自信。我有落发基因遗传，所以我很爱护我的头发。看到 MDJ 直播，豪哥说只要头皮健康就会促进生长，现在我真的相信。谢谢 MDJ 熏鱼子头皮养护，让我的头发真的长回来了。我之前因为掉发没有自信，谢谢你重新给了我自信。真正的声音是当顾客使用完之后，还愿意主动分享出来，这才是最美的力量。